原來 VR 都可以做倉庫管理。喺倉庫管理嘅過程，面臨住頻繁嘅設備故障、安全風險高嘅人力工作，以及因為樽頸同延誤而導致嘅成本增加等問題。由香港工業人工智能及機械人研發中心研發嘅 WhereMind 系統集成個人化人工智能代理，提供沉浸式虛擬現實體驗，用於遠程監控，而且設有即時樽頸監測、預測同分析根本原因，同時透過儀表板簡化倉庫監測同規劃。WhereMind 系統採用先進技術，包括 VR 可視化、集成 AI 代理、樽頸分析同預測、根因分析同沙盒模擬。呢啲功能大大降低工作人員嘅安全風險，加快交貨時間，減少物流中心嘅營運成本，實現更高效嘅運營環境，迎接未來挑戰。創新科技實踐之旅。